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0月13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家先来关心到基隆市通报讲，对10月初一开始做的各种流感疫苗，有一档出现变色的状况。目前共批疫苗各有108000档，拢总送去到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苗栗县、花莲县，也有台东县等等6个县市，目前全部拢先暂停使用。流感疫苗会当有效降低甲流感相关的大院甲死亡风险。不过，基隆市通报户疾管署的这些各种流感疫苗变做薄黄色，外观也怪怪。不过是无接到主管公职配合的疫苗了，有什么不良反应？一支国光流感疫苗有变色的一个情形，那当下即保存没有提供给民众接种，而且也按照程序通报清查，发现说该卫生所其他同批号的疫苗并没有发现类似变色的一个状况。2018年也捌发生过赛诺菲流感疫苗变色的情形，在迄当阵就建立处理模式，虽暂停使用共配合的疫苗。这边疾管署通报食药署启动调查机制。查清楚异常的原因，了解是单一也是系统性问题。原来这边共配合疫苗大概有183000剂，配合6个县市使用，估计已经使用75000剂，剩下108000剂暂停使用。也已经通知我们有同样这个批号的疫苗的其他的6个县市来进行暂停使用的一个情形。那这6个县市分别是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苗栗、台东以及花莲。公费流感疫苗自10月初一开始做，除了目前暂停使用的共配合183000剂的各种疫苗以外，还有大约2871000剂的各种疫苗。也有3383000剂其他4种抢牌疫苗会让互民众做。疾管署讲，民众唔免担心，公费流感疫苗也是会继续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现代诗人，台湾的现代诗人本名王庆林的阿贤传出过身，食甲92岁。阿贤一心笃信在写诗，伫咧1954年和张笔陆夫设立创世纪诗社，对台湾的现代诗发展带来正大的影响。所以文化部表示要听请总统大家保养。再来看自由时报。昨是世界安宁日，卫福部统计对安宁援护医疗条例实施到达25天来，国内已经有超过100万人家己预先来签安宁援护医疗的意愿书。落尾是中国时报，根据健保的统计，2029年国内大约有110万人因为白内障相关的疾病来就医，其中60岁以上的患者超过8成，达到人口的17%。医生表示，年岁就是这个白内障上主要的因素，不过紫外线嘛是原因之一，所以平常时上好也是爱挂防紫外线的目镜。咱再来关心风台三德日升等高雄，行政院长杜英泰一直无去到高雄勘灾，引起议论。昨杜英泰就参高雄市长陈其迈去到桥头的电报溪地方地来勘灾。杜英泰表示讲，今年的每年度已经有增加治水的经费，但其迈嘛有呼吁国会得爱赶紧来通过预算。院长，朝野破局怎么办？对条约敢若无达成和解问题，行政院长杜英泰无回应。那家里长拍招呼，那行向干部会场。杜英泰12南下高雄，甲市长陈其迈斗阵勘灾，又已经是赛后第9天啊。杜英泰第4头一季就先下失礼，讲表示看晚来咯。对不起。来晚了551亿，这其中有159亿是在7月以后我们才增加的。过去花了那么多的钱跟时间，我们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还有一些系统性的工程到最后末端我们要完成。强调政变治水有算，因为高雄无到3个月，连续拄到雨量破纪录的凯米风台，也佫带来17级以上强阵风的山图尔风台，干那山图尔总财损就超过31亿。杜英泰勘灾头3到桥头湖寮的电波区、扣水池，也了解者后续的改善工程。针对两岸护岸高度不足的地方，在于增高。另外，自容尺的部分，我们发现可以再透过把自容尺加高的部分去增加它的自容量。恳请国会能够尽速的审查预算法案，
不然真的会影响到我们高雄在明年跟后年分期的这些治水的计划。看在都变做定情大会，除了当期嘛，好有有算袂使客条咧。立委也要求强化各用电网。经济部长郭志辉回应，总统赖清德已经指示台电在未来4年内进行全国电网改善工程的计划，总有算有5600亿，相信做回来改善受灾区电网的强度。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台北市金华城的弊案。针对敢要停工的争议，台北地方法院回函予台北市政府讲，金华城敢要继续施工，毋是因裁定的代志，爱请市府家己按照职权来处理。因为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发文讲，目前并无法条会使叫这个金华城赶紧停工。金华城是毋是停工？台北市府10月17日发文予台北地院确定是毋是会使停工。北院11回函指出，金华城是毋是继续动工，毋是裁定的事项，请北市府依照职权来处理。台北市府市长李树川伫面试发文，依照无做推定，市府依法不有时间勘验，也阁无一条法令会使依据随停工，也强调依法行政就是公务员上大的魄力。如果不予施工勘验，继续施工怎么办？蒋万安回答我就是勒令停工。那怎么会现在会说没有法律依据呢？那蒋万安讲的话是屁话吗？在议会答询议员的话是屁话吗？市政府目前讲的这个方式呢，我觉得是他们目前现阶段可以办到的事情。其他你要求他做一些不依法行政，他办不到的事情，我觉得你再给大的民粹压力，对市政府来讲，他也没有办法接受。对着外界声音要求市府应该随下令停工，李树川解释，那这种改停工，金华城有损失就提出国赔。也若按照规定，金华城起到2楼再来报施工勘验，也不过市府未同意勘验。那继续施工，市府就会下令停工。就只是予1楼施工到2楼，以后也是会实际停工。不给予这个施工勘验，如果他继续的施工，我们就可以勒令停工。后续就看这一个诉讼案怎么走，那市府一定会依据这一些依据来做最好的依法行政。金华城到底应该安怎处理？台北市监管处讲，也等待北检的回复，再搁做综合的考虑。法务局是讲会完整收集第一北检相关资讯了后，配合督法局甲监管处共同研商后续是毋是停工这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流行音乐中心11开始举办3天的高雄打狗节，到昨为止已经有超过10万人入场，是真热闹。另外，隔壁台南嘛有推出12公尺悬古锥的大型灌风红仔，嘛是吸引到上万位游客。千奇流合的声音，互观众一直活来。为期3天的2024打狗节，在一开始伫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热烈来登场，伫真侪歌手甲乐团加持下。今年虽然无国庆连假，人比旧年较少一点嘛，不过观众兴趣也是真悬，流行摇滚也是足舒，各舞台前观众听甲是真入迷。其实很多的音乐节其实可以更多元性一点，对，因为其实喜欢音乐的朋友，他真正喜欢的音乐，或许他在这个类型上，或许不一定要这么的泾渭分明。无论是2018年发起到即阵的打狗节，也是大港开唱这活动，已经慢慢营造出盐埕多元音乐甲文化气氛。在地点头希望相关音乐节用个更加无设限，吸引更加侪民众来。也来同时间伫盐埕举办的要在地社团甲点头发起的盐埕林地节，拄是拜六加上打狗节，业绩大约成长1倍。办其他的活动，那其实对于这个奶茶节的活动是创造更大的价值。国馆市抢滩观光财，毋那伫高雄，民众毋惊热也规家来到台南安平码头，就是有在看12公尺悬的大型的双气红仔，人比迄热搁较济。假日蛮多人的，想说提前来卡位。安义桥南往北的这个车道，还有水井桥西往东的车道，由警察局这边来视车流状况，来实施这个弹性管制。那个人超出预期，造成当地交通真塌，车位歹势，引来部分的不满。伊活动会继续到11月中，除了交通管制，市府也呼吁民众尽量坐大众运输，应减少塞车，也是找车位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
苏控3大地震严重影响到花莲的观光旅游产业。花莲县府特编11个预算来发超过31万份3000块的振兴券给花莲人，希望会当带动在地消费甲观光。昨是发振兴券的头一天，因为搁爱确认身份、确认文件，所以真侪所在是排队排甲落长，有的民众排队排甲气不完。5张200，4张500，花莲县3000块振兴券12开始分，真侪在地民众无到9点就来排队。花莲县长市政委员一早起就到发放地点视察，希望民众会当一号派一个人来领，较袂遮尔侪人。这边县府编11个预算分振兴券，希望会当带动地方的经济。人进不来，货没有办法稳定的出去，所以让花莲县的整个产业这个影响非常之巨大。所以花莲县政府的紧急应变就是希望花莲自助，人助。总共会发7天，一直到10月，全县185个发放点同步运作。领的头2天是拜六礼拜，伫咧村里林拢有设发放所，这位民众讲，敢若等一时仔久就领到。没有很久哈，10到20左右。因过有民众要替因后生领，文件无早交，无法度领，去到规8多会。我还要什么身份证、银本什么的，你这不叫扰民吗？哦，你觉得流程？我那要3000万，所以流程很麻烦就对了。本来就麻烦啊。你若到安尼，讲一般，大家拢来排队啊。分款是真简单，不过核对身份爱时间，有一寡所在是排甲落长，有人感觉台面开时间，有人认为5个里1中分爱改善。你一个人可能要领5、6个人，当然会比较慢一点点。都挤在一起哦。对啊，全部都挤在一起啊。难怪民众会生气。为了要互排队等的民众火气莫遐多，工作人员赶紧采电风降温。受到-03加-27两边强烈地震的影响，佮加上连续大雨风台，花莲县的观光业受到正大的创伤，经济正歹。这边分振兴券的对象是今年4月初3进前伫花莲设籍的县民，估计效益会包括到餐饮、零售等产业，不过限定伫咧县内使用，会当用到明年的2加2倍。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换来看台东，台东地上的米是真出名，即马日期足长咧结穗，有真侪鸟仔会来偷食。保育团体就伫咧复兴村一搭稻仔田发现有上百只赤鸟仔甲放假死亡，那像是去互人偷死的。目前是已经通报互乡公所，也佫有县府去调查。保育团体为冰箱提出这礼拜收集到的死亡鸟仔，包括赤鸟、甲斑甲大大细细有900只，也请野湾野生动物保育协会来协助调查死因。这些死亡鸟仔为初九就伫地上乡复兴村一地稻田4棵回风发现，观看水准野区保育团体研判可能是稻仔已经结蛹，先来大批鸟仔来食稻仔，才会互人下毒赶走。田花附近也佫发现亲像泡过毒的雀仔。说整只鸟会死在那个路边上的，我很少见。树下还有田埂旁边、马路都一堆，然后那个时候估计就大概50-60只。保育团体讲，今年一期调查期间，才也捌发生过一摆，即马佫发生第2件亲像偷鸟的事件，反而会影响地上米的名声甲稻田区的生态。例如说鸟死了，然后可能会有其他动物，例如说老鹰或者是其他的猫类去吃这些鸟的尸体，也会造成死亡。我们这边也会积极来联系农会跟米厂，我们一起呼吁契作户、农民一起来守护野生动物的一个保护。保育团体已经清除土骹发现亲像有毒的稻雀，到12为止无阁发现死亡的鸟仔。地上乡公所甲县府也将亲像有毒的稻雀甲死亡的鸟仔送到相关单位化验毒物，预计下礼拜会有结果。乡公所强调，一旦找到下毒的民众，会依法办法。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冬来上港的长尾青紫金山阿迪拉斯昨来到上挖近地球的所在。预估这粒长尾青上大光度是1顶，而且有超过20度的这个尾流。专家建议讲，爱伫咧16进前把握机会来观测，因为后届可能就要等到8万冬后。
苏澳太阳卫星最近咧观测太阳闪焰爆发的时阵，拄好记录到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出现。一直9月28号来到近1点，嘛就是离太阳上近。不过，目睭会当看到上光的时间点是伫礼拜6来到离地球上近的近地点。尾暗暝6点以后，向西边隔空来吹，有机会甲光光的彗星相拄着。最近的时刻。那目前所能观测到的亮度大概是1等，那而且有长达20度以上长度的彗尾，用那个双筒望远镜，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存在。伊的光度其实有向下修正，原本有估是当达到0等，不过目前调整到1等或者是更较暗。天文馆表示，离天后许可的状况，佮加上无光害的环境，要看到光的彗尾并无困难。若讲错过这届咧，有国外专家估算，可能佮需要等8万年。国内专家表示，无可能是通过地球的唯一一届。我们能够计算它的轨道长度其实是很短的，所以呢，这个推估的数值其实并不是真的非常确定。那这个轨道弯曲，如果它的弯曲程度不是那么弯的话，那它有可能就变成所谓的一次性彗星，就是只来这一次就不再回来。这是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9月28号上挖太阳的时阵掠到的美丽一时间。1月11号礼拜5进前，因为飞过地球甲太阳之间受到光的阻隔，真歹观察。离礼拜6到近地点了后，就会光光来现身。专家建议26号进前，向西方隔空来锁定这届非常罕的看的机会。记者林志坚台北报道。为着要推广羽毛球，有理同行国小级亲子混龄赛是已经办到第7届啊。今年佮邀请到咱奥运的男双金牌选手李勇，也佮有王泽林来做公益大赛，教囡仔拍羽毛球。因若这体育要投入教学的李勇表示，希望会当互囡仔体验到拍羽毛球的快乐，才会当继续推广运动。安怎摕球拍、安怎发球，加予基金会的小朋友，是接受2届奥运金牌李阳的亲身指导。李阳讲，先予小朋友有一个基础，快乐拍球较重要。我小时候也参加过育乐营，所以我能理解，在这样的教学中，其实小朋友会得到一些兴趣，都是一个跟爸妈很棒的回忆。不管是未来有没有继续打羽球，因为我觉得推广运动不是把每一个人都变成运动选手才叫推广工，而是让大家喜欢上运动这件事情。李阳讲，毋是予每一个人拢变做选手，才是推广运动，是予大家会当参加各项运动。就亲像第7届的国小甲亲子混龄比赛，起因要挖1500组选手来参加。你几岁开始玩羽毛球？10岁。那你打几年了？3年。什么机缘下就是会接触到羽毛球？就是喜欢打。除了推广运动，李阳讲，退休了后重心拢咧教册。身为老师，家己上界重视的是尊重甲礼貌。比如说在规矩上面，我觉得这就是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范围，然后彼此去完成，不要让大家觉得说，我们运动选手就是要么没有纪律，要么就是功课不好。我觉得这还是我想要去让这个思维去改变。做10多年的选手，即马看网球、看 NBA 嘛咧学开车，要考驾照。李阳是笑讲，即马咧学真侪原本无法度做的，有一种社会新鲜人的感觉。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推动人权教育绘本的定选计划，长期将沉重的人权议题转换做故事，再个改做绘本来出版，希望会当互更较侪人会当来了解到人权的议题。也今年的定选计划是完成16件作品，其中有5件优选，嘛按算未来会计划出版做绘本。我们小时候看爸爸，常会觉得他有一些很奇怪的反应，然后家人都不能理解。比如说，他常会觉得家里的电话被窃听啊。何文峰大汉才知影，原来爸爸捌伫白色恐怖时期参与过抗争，少年时受政治压迫的惊吓，到大又是通为爸爸身上发现。何文峰就透过国家人权博物馆的计划，甲已了解的爸爸，想要参爸爸讲的话画做绘本。就我觉得爸爸身上的这份恐惧实在延续太久了，就一直到就算是这2-3年，就也都还是一样，他还是不敢用 Line， 不敢用 Facebook。
国家人权博物馆为2019年开始执行人权教育绘本定选计划，带参与者透过工作坊实地勘察不义遗址，访问政治受难者这个方法，协助作者以多元的角度呈现台湾的人权故事，了后创作出绘本。大家开始的时候差不多真正人家来做出发吼，随着这波改来吼，其实就这议题拢慢慢的扩散，比如讲为讲环境议题。为讲人类基本权利的问题，像这类的议题，出版的机会相对来说，比起商业性或是教育意义比较强的作品，它出版的机会相对的减少。所以这时候我们还是很需要就是公部门的介入。今年的计划完成16件作品，有5件作品入选优选，未来计划出版做绘本。人权馆希望透过这个绘本，把沉重的人权议题转化做故事感受，让后一辈囡仔人自细汉建立人权的概念。记者郭文谢桂林新闻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南韩的军方证实，这个11暗时，北韩又高向南韩来放今年第28件的喷射机规啊！因为北韩嘛指控南韩伫咧顶礼拜开始就使用3架无人机飞去到平壤，也反北韩的宣传单指控因违反国际法。北韩国营电视台12早起罕见的透过多篇的新闻报道，指控南韩这个月已经连续第3摆利用无人机飞到北韩首都平壤顶面，散发大量反北韩传单。 적대적이며 악의적인 불량배 국가인 대한민국이 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의 수도 평양시에 무인기를 침투시키는 엄중한 정치군사적 도발 행위를 감행하였다. 北韩外交部伫声明中指出，南韩伫10月初3甲初9了后，初3暗高出动无人机渗透到首都平壤市中心顶面，散发大量反北韩宣传单，损害北韩国家尊严，恶意造污社会主义制度。声明也强调，北韩国防部、总参谋部甲军队已经开始为应对一切情况做准备，呼吁南韩随停止惹事，更加警告，这是向南韩发出的最后通牒。若南韩国以无人机侵犯北韩领空，北韩会无法警告，随采取报复行动。不过，南韩国防部长金正宪在亦否认军方要进行相关活动。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指出，会确认监视时期，民间组织所做的，同时也指控北韩在伊早起甲暗时，佫开始向南韩投放大约40粒喷射气球，这已经是今年5月以来第28摆，内底带有大量家庭喷射废纸甲塑胶，并无发现明显有害物体。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 意大利罗马有一个上百栋历史的下关池，真出名，吸引到全球真侪游客拢会去遐下关祈福。一栋去遐翕有到150万的银角仔，罗马当局是拢会将这个银角仔收集起来，差不多有100多万欧元，会捐去予慈善机构帮助山乡人。 喷水池内集的拢是银角仔。罗马首都有名的地标特雷维喷泉是出名的下关池，吸引全球真侪游客来这投入银角仔，为爱情、健康、事业等下关。也毋过，按照传统爱背对喷泉，但银角仔，所以有真侪物件会意外踏入喷泉内。 All'interno della fontana troviamo di tutto, come potete pensare gettando la moneta ovviamente può cadere qualsiasi cosa, abbiamo trovato braccialetti, collane, dentieri, abbiamo trovato cordoni ombelicali, abbiamo trovato un po' tutto all'interno della fontana. 当年到伫喷泉的银角仔达到150万个，管理单位每拜一甲拜5会用特殊的工具将银角仔吸起来。过去15年来，罗马当局甲天主教慈善机构明爱大成协议，将银角仔帮助作为善车人口的善款。The right way to go to the poor. So I think that's a transfer of the feeling from the people who are throwing them into the fountain, and then the journey. Is from their feeling towards the other people who are receiving that. That should be a nice journey. 特雷维喷泉伫1762年建成的，是罗马上大的巴洛克风格喷泉。听讲过去罗马帝国军团士兵出征进前，会伫遮投入金角仔，下关会当凯旋转来。1998年重新整修，加做即卖的样貌。
即马靠游客下湾银角甲免爱当年平均会当得到130至150万欧元的善款，而且毋那是有免爱，这银角甲也帮助食物银行提供有需要人的餐点，甲为青年中心提供药物等帮助。公司新闻台为林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气象。北部地区23度至31度，中部地区22度至31度，南部地区24度至32度，东部地区23度至30度。还有外岛地区23度至29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